在个新闻要来研究咖啡，大家拢知影讲，这啉咖啡会使提神，不过网络有谣言讲，啉咖啡会使减肥，会使增强体力、运动能力，提供提升你的记忆，佫会使抗忧郁，达到舒压的效果。敢真正有这神奇？华视拍记特工队找专家来说分明。 你也有一天一杯咖啡的习惯吗？网络上有这样的传言，说喝咖啡可以减肥，还可以增强记忆力，甚至能加强运动能力，再加上还能抗忧郁。只要喝一杯就有这些功能，有可能吗？ 咖啡它在研究上面，它对减重啊，或者是让运动强度，用运动的时间可以持续的比较久，这个在研究上面是有效果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如果要减重来讲的话，第一个，你喝了咖啡，你还是要去运动，如果没有运动，还是没有效果。 咖啡含有的原生会当增加基础代谢率，也会当抗氧化，延慢血糖升悬。不过研究发现，啉咖啡会当燃烧5%的脂肪，以每天所需要的代谢热量1200大卡来讲，扣除5%，只有60大卡，效果真有限。靠咖啡减肥无可能。 它的确是有增加神经传导的一个帮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喝了咖啡之后，在咖啡因的催化之下，我们觉得我们思绪好像会比较清楚，然后头脑也看起来比较容易做一些运作，那你的记忆力也可以比较维持，专注力会比较好。医师强调，咖啡会当增强短期记忆，但是只会当维持2小时，啉多嘛无效。 你可能因为你自己的大脑功能改善，或整个自信心比较提高，你就会比较多的一个正面思考。相对而言，你的情绪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忧郁，甚至会觉得比较正向而良好的情绪。医师认为也是心理因素较侪，但是嘛要提醒，你唔通啉伤侪，长期落来会啉掉咧，一天落来也佫会出现情绪佫较忧郁。啉咖啡并唔是万能的，不过若啉适量咧，确实对身体有好处。 那到底人一天当中喝多少咖啡才不算过量呢？营养师建议还是要看咖啡因含量了。现在都有标示红、黄、绿3种颜色，建议最好是喝绿色100毫克以下会最适合。那我们每天建议是300毫克的咖啡因，那所以可能不同的店家所贩售的咖啡，其实它所含的咖啡因是不一样的。那咖啡因也不只是只有咖啡有，可能像可乐啊、巧克力啊这些其实都有。 以364cc 的拿铁来讲，一天只会当啉2杯，啉伤侪若是无效，也有可能会产生依赖性。要提醒，若是啉咖啡会感觉安尼抱心、心跳失常，上好唔通啉咖啡，会影响健康。